呢排咧搞到滿城風雨嘅撞車黨啊，連東張西望一報道完之後咧，好快咧就有好多受害者啊一齊即係公開呢件事啊。咁原本就各自為政啦，而家曝咗光出嚟啦，哇！原來咁多人同一時間完全都唔係一個意外嚟嘅，原來似係一個騙案多啲喎。咁啊，警方咧就開始着手調查啦。呢個新型撞車黨咧，今日咧就見到有信息啦，就係話警察就拘捕咗3男1女，包括2個醫生同埋2個索賠人啊。呢種咁嘅新型撞車碰瓷嘅騙局啦，其實就唔係一個個別事件噶咯，即係個個都揚晒出嚟啦嘛，黃晒啦，俾人知道晒啦。全部都係同一個醫生啊，嗰幾個醫生啊，律師咁樣嘅，即係正常人都會判斷咧係夾埋一齊喺度呃錢啦。就以尋晚東張嗰個為例即係真係自己唔小心褪車撞到人哋，咁之後咧就報咗案啦，就佢願意賠錢嘅。後尾跟住嗰條友又話自己7萬幾蚊人工，跟住又話10個月冇翻工，咁碰一其實咧嗰個片段都係講架車硬一硬嘅，掂一掂啫，又冇花又冇凹到，咁又扭親條頸，又話呢樣唔尋常，嗰樣唔尋常。最尾咧講到點甩身咧，就係因為大家都住附近嘅，原來街坊鄰里嚟嘅，好似喺鰂魚涌嗰度啊。咁跟住咧就即係識得人多啦，管理員啊、街坊啊，就拍片影到嗰條友行得走得健步如飛，仲喺度打籃球添喺度。咁擺明係詐騙啦呢個行為。我相信咧呢啲咁嘅俾人影晒咧叫斷正啊，應該要重罰先啱噶啦。因為呢個係一個擺明係詐騙嘅行為，係合謀詐騙啊，即係同埋啲專業人士一條龍咁樣去做嘅，成個集團式操作。由於呢個碰瓷黨咧咁樣曝咗光之後啦，即係你掂一掂又話俾人幾廿萬，咁完全都唔合理噶嘛。即係你就係依呢個法律嘅灰色地帶諗住識少少程序，咁然之後夾埋專業人士去進行呢個行騙，咁基本上罪加一等啦，應該要重罰加重罰添啊。而家警方咧正在檢視超過100宗同類懷疑相關可疑嘅個案。其實呢啲咧周不時時有發生嘅，間唔中都會聽到嘅。咁有啲即係專門揾食啦，迴旋處有咩迴旋處有螺旋處，即係你講到講唔清咁樣。其實我成日都話落，你跟住地下條線，總之你係行自己條正線就冇問題。你 cut 線撞到人哋就一定係自己問題噶啦。唔知點解講嚟講去都唔識喎，成日就話咩迴旋處螺旋處，成日使乜咁複雜啫？你睇住條路揸車，睇住條線嚟行噶嘛。咁當發生意外嘅時候咧，如果你正路嘅，咁即係睇下係咪真係自己錯啦。即係有得傾噶嘛。咁如果你撞爛人哋嘅車，或者人哋有受傷，咁一定要報警噶啦。咁喺合理嘅狀況之下，你都要賠翻即係人哋嘅維修費啊。呢個就係正常嘅事啦。但係如果佢話獅子開大口咯，天價咁樣嘅，咁梗唔賠啦，咪報保險咯。警方就話啦，相關呢啲案件咧，主要係由保險業界轉介同埋市民去報案嘅。咁琴日東張都有訪問一個前保險從業員啦，即係佢哋依正程序你告佢入罪，跟住然之後咧，即係其實呢個咪灰色地帶咧，咁然之後一路就告你claim 你索償，咁原本2萬蚊個月就變咗7萬幾蚊個月，咁好多都造假噶啦，有時你7、8皮一個月，你唔係揸架咁嘅10萬8萬車係嘛？咁呢個調查咧就顯示有一對37歲嘅本地夫婦涉嫌咧牽涉其中22宗可疑嘅交通事故索償個案。冇理由成日都有發生意外，又係你陳生係嘛？哇，又扭親條頸，次次都扭親條頸嘅，咁真係唔好扭多幾次扭斷添啊！呢兩兜茂利咧報稱就係私家車司機、的士司機、乘客或者係被撞嘅途人，哇，幾多身份角色都唔同啊，係嘛？真係乜都俾佢撈晒啦。咁佢聲稱咧喺交通事故中受傷，同埋咧向涉事嘅司機同埋保險公司提出民事索償。而最高一單咧涉款超過30萬添。講真啦，你正常即係因為佢利用呢個法律嘅漏洞，佢一段時間判咗你之後咧，跟住佢先告你，咁變咗咧你就冇呢個提防心啊，冇呢個警惕啦。哇，過咗1年半載，咁當時真係以為冇事咧，冇報到保險噶嘛。咁之後咧過咗1年，咁你就知瀨嘢啦。跟住保險公司話唔受理喎。咁當然啦，要提出一個合理嘅理由啦，即係我當時都唔知係有呢個問題，完全係利用呢個即係有心人裝你冇心人啊！我唔知道法律程序係點啦，但係你無端端 claim 你幾廿萬，咁你因為肯定唔賠噶啦，除非你真係確實你撞到佢，或者你真係自己嘅失誤，係咪啊？咁都要大家傾下咯，賠償。但係你而家老屈嘅，係咪先？1毫子都唔俾你啦。警方又話呢兩條友咧茂利涉嫌使用呢個虛假文件，以取得長期病假，同埋咧提供虛假車房維修單據，同埋收入證明文件作呢個索償用途。造假嘅風氣咧唔知邊度嚟噶啦，唔知係咪喺鄰近地區啲文化係咁樣咧，全香港都係咁樣啊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，調查亦都發現有醫生診所
涉及幾十單呢個同類索償個案，懷疑咧有人從中違法啊！醫生啊咁辛苦考個牌翻嚟，生意難做到咁啊，要做埋啲合謀啊，喺度騙添啊！嗱，專業人士犯法應該更加重罰添。咁啊，探員咧今朝採取行動，搜查相關嗰個診所同埋車房啦。因為呢單嘢咧煲得太大啦，太多苦主啊！原來直至到大家聚集埋一齊先知，原來哇又係你啊陳生，同一條友嚟嘅，同一間律師樓，同一間醫務所。咁拘捕咗呢對夫婦同埋2名本地男醫生啊，分別56同埋69歲。嗱，做人有啲良知啦，好心你讀咁多書做埋醫生，專業人士做埋啲咁嘅嘢驚唔驚俾雷劈呢？咁啊，檢搜大量嘅文件啦、手提電話同埋電腦等等嘅證物。而警方咧亦都喺呢個夫婦嘅住所檢獲大約30萬嘅現金、名錶同埋金器，同埋咧拖走2部私家車作進一步調查嘅。呢單嘢做得好啊！呢啲即係害群之馬嚟嘅影響成個保險業界啦，令到呢個保險即係咁俾人 cam 爆咗之後咧，就用家就受難啦。即係而家你睇下續保個保費又加咗啦。警方留意到咧，即係有傳媒報道啦，同埋市民去反映，即係出現呢個懷疑係新型碰瓷嘅手法，即係話咧好輕微碰撞，甚至乎咧冇碰撞嘅情況之下咧，喺交通事故之後咧提出一個索償，咁當中包括呢個律師費啦、醫療開支啊、收入損失啊、架車嘅維修啊、雜費等等嘅。我依稀都記得咧，我有朋友早年咧就喺迴旋處嗰度就揩到人哋架車，但係咧就人哋就真係唔識路喺度兜啦，就撞到佢。好唔好彩地咧，就即係我朋友就啱啱踩住條線，咁就佢嘅責任比較大。到最尾咧，對家就 claim 佢嗰個保險公司索償，又話個太陽眼鏡爛咗啊，又話 iPad 又要整過啊，咁這樣那樣咧，好似係索償咗10幾萬嘅。咁當然啦，我啲朋友即係都正規噶嘛，都買足晒保險啊，咁咪保險公司賠咯。由此可見咧，好多輕微嘅碰撞咧，衍生好多嘢嘅，又話頭痛又頸痛嗰啲咧。我希望呢啲人咧都弄假成真啊！你講嗰樣啊，中嗰樣啊，因為你係行騙啊嘛，你做緊個行騙詐騙嘅行為唔好以為自己好醒先得噶，做嘢都要對得住自己，係咪有良知先得噶？亦都有個案顯示咧，有司機冇實際碰撞嘅情況之下，喺交通糾紛後咧，被裁定不小心駕駛罪成。而家個個都有車 cam 噶啦，真係冇心人啊，俾人裝嘅時候咧，就真係好慘啊！事隔咁耐，你個車 cam 片亦都未必有儲存到啦。1年之後，對方就話以傷勢為由索償超過60萬。啱啱講過啦，尋晚東張港嗰個司機就真係唔覺意硬一硬揩到後邊嘅車，對方咧就話以痛楚為由，又要買營養補充品，又話收入損失，又話交通費咁，claim 60萬。呢啲最終東窗事發啦，係嘛？即係所有嘅索償程序都係涉及同一間律師行同埋1名醫生，一定係引起人哋懷疑噶。所以我覺得咧，東張嘅威力非常之大。連警方咧都介入調查。所有咧唔公平、唔公義嘅嘢咧，希望咧都可以樣樣都公開晒，即係幫我哋搞掂翻理順翻社會嘅運作。等啲唔公平黑箱作業嘅嘢全部曝光爆晒出嚟。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啊嘛，唔好用呢啲行騙下三流嘅方法去呃人錢啊嘛。你唔為自己都為下一代係咪？有啲福報啊，有啲業障嘅嘢。希望呢啲事爆出嚟咧，就盡快有個調查，有個結果，將呢啲人繩之於法啦。都係嗰句，即係喺發生交通意外咧，保持鎮定。如果衡量唔到對錯或者啲爭拗咧，就邀請第三方，即係警方嘅介入啦，去做一個備案，對自己咧都有一個保障嚟嘅。鍾意我哋廣播咧，記得喺下邊撳個 like，撳個鐘仔啦。有啲建設性留言，可以分享下你自己嘅睇法嘅。